后来过来即件，这个国道对long车长势180度，一家5口是惊魂。这件对long的车祸发生伫国道3号路南中华路段，车主一口15个人要出去佚佗，去互后壁车来甲对long，规台车失控，长势180度，车尾害出去，弄着护栏。当时规家伙仔是惊甲安尼叽叽叫。这个后车道是互弄甲密密麻麻，好你家在车顶4个大人，一个囡仔。 拢敢若轻微来测伤。轿车开伫国道3号中华路段，一台白车经过无偌久，突然间，轿车正边后门向拢，规台车驶180度，车顶的人一直大声喊叫，最后车尾冲出车道，弄着护栏，险险着搁互另外一台货车弄着。 行车记录器有翕到后边港弄的车去弄到迄瞬间，嘛弄到内侧的护栏。当时向弄的轿车一家伙5个人对台北要去清境省，无想到讲伫国道顶管发生事故。妈妈、老婆一个左边身体，然后一个右边的身体都是 OK 啊。向弄的轿车车尾密密麻麻，好在加在车顶4个大人一个囡仔，小可侧伤尔。这台车开6年外，即马去用弄了后，可能干那价值30万。 根据我们初步调查，双方并没有酒驾情形。然后在此，我们针对噪音，我们因为还在详细调查中。因为后边港弄的车无行车记录器，受害的车主把影片抛伫网络顶悬，想要确认讲到其他的肇事者，民众拢甲安慰讲人无代志就好啊。但是车祸发生的迄当时，车主讲伊惊甲眼前有人生走马灯。